这本书的内容呢，共分7集，包括了总经理日记跟心灵小菜，还有这个奔记者之路，以及新流浪时代，还有新月记忆的风铃等等。其中呢，有一部分呢，就是以前8本书里边把它揭露出来的，包括总经理日记、记忆的风铃、新月，这个都是很早以前已经绝版的书。有很多人呢，看了去年我出版的《非世之师》之后，都认为呢，想看我以前所写的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就把它呢列入在这本新书里边。另外就是有新的创作，还有一些当了老师、当了记者以后一些所见所闻，就把它一并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刚刚讲的有一些是如电影蒙太奇一般的组合拼贴而成的，那我喜欢把它讲成一碗杂菜米。这个杂菜里边呢有很多东西，在我的书里边有写到杂菜米的为什么叫做杂菜米，有一段故事。响应这个新书发表这个善集以这种善集今摆这社会无得看，因为做善书今摆愈来愈少个所以咱来把这吴记者这观测善集甲发扬光大，所以这社会就有爱心，有爱心社会就平安和乐。所以这善集咱来继续甲支持、甲鼓励这社会才会得到我感觉做善事做好心看下你做啥物较好，过来做善事，你身体会愈健康，愈做愈健康，毛病就愈来愈，咱身体就愈壮安尼。所以善事加做寡，讲好话做好事，这上好呢。这个我在去年的时候出版那个《非师之师》，那时候我就有想说要回馈社会，然后我一直在想，在采访的时候听到学校往往有一些弱势的学生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也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将卖100本的书的钱就捐给了这个一些弱势学生，帮助他们就学。那今年出了新书，也是沿袭去年的这种理念。我看到有一个学校他说他们学校的学生约有1/3的都是弱势学生，有的人甚至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他们跟姐弟互相扶持生活。我认为在学生就学这方面，弱势学生就学这方面很需要社会大众来关怀，所以这次我将首卖100本书，也是用来帮助这些弱势学生就学。